各位歡樂世界嘅觀眾，你哋好。今集真係要同大家講個精彩到喊嘅話題，生蠔食到中毒，仲要連續爆完一單又一單。冇錯，近期唔少人食完生蠔，唔係去享受海鮮滋味，而係去廁所爆發式旅遊啊！食環署急急腳叫供應商停售，但係咪已經太遲？今日我哋就同大家深入爆呢單嘢，睇下點解香港連食隻蠔都可以危機四伏。近3星期，香港已有34宗食物中毒個案，超過90%同諾如病毒有關，全部患者都食過生蠔。最新再多5人喺黃竹坑一間餐廳食蠔後中招，食環署已指示供應商暫停出售生蠔，但事件已引起全城恐慌。今次涉事餐廳 Suskus 繼啟德分店後，黃竹坑分店再有2男3女食生蠔後腹瀉、嘔吐兼發燒。雖然全部人情況穩定，但短短幾星期已累計過100人中招。食環署調查後要求供應商停售，餐廳亦暫停供應生蠔。有醫生指諾如病毒冬季特別活躍，生蠔若受海水污染，生食極易中毒，提醒市民必須徹底煮熟海鮮先好入口。今次生蠔中毒風波唔單止係個別餐廳或者供應商嘅問題，直頭係香港食物安全系統嘅一次大警報。首先，大家要問點解可以連續3星期爆30幾宗個案，先至嚟緊急叫停？食環署同衛生防護中心係咪反應慢咗幾拍？市民條命同健康唔係用來試錯㗎。尤其今次90%個案都同諾如病毒有關，而且全部涉及生蠔，明顯係源頭管控出咗大問題。有醫生已經指出，生蠔飼養環境易受污染，病毒可以搭飛機全球走，就算冷藏再新鮮，病毒一樣可以存活。咁嘅情況下，如果監管同檢測機制唔夠嚴謹，就等於放咗計時炸彈上市民嘅餐台。從供應鏈角度睇，今次涉事嘅2間供應商被指示停售，固然係必要措施，但係咪足以根治問題？香港嘅海鮮同生蠔供應好多時來自唔同國家同地區，如果淨係靠事後抽驗，根本防不勝防。政府同業界係咪應該考慮加強進口源頭監察，甚至設立更嚴格嘅認證制度？例如要求供應商提供定期水質檢測報告，或者對高風險食品實施先檢驗後出手，唔好等到出事先嚟補鑊，到時市民已經受苦，業界聲譽亦受損，雙輸收場。再講，市民自己都有責任保護自己。冬天本來就係諾如病毒高峰期，生蠔、魚生、沙律呢類唔使煮熟嘅食物，風險自然高。但係唔少人為咗追求鮮味，搏一搏照食生蠔，結果中招。有醫生提醒，酒精搓手液對諾如病毒冇用，必須用鹼液洗手，食物亦要徹底煮熟。其實道理好簡單，但偏偏好多人抱住僥倖心態。政府同媒體應該加強公眾教育，唔好等到爆發先嚟呼籲，要持續提醒高危季節嘅飲食風險。另外，今次事件亦反映香港餐飲業嘅自查同危機處理能力。涉事餐廳 Suskus 喺出事後，主動暫停供應生蠔並審查供應鏈，態度算係正面。但係業界係咪應該建立更主動嘅通報機制？例如一發現有異常個案，就立即預警並停售相關食材。政府亦可考慮提供技術支援，協助中小型餐廳加強食材檢測。畢竟食物安全唔只係政府責任，業界自律同市民自保都好關鍵。最後，從公共衛生政策睇，今次風波揭示咗香港對高風險食品嘅監管可能存在漏洞。諾如病毒個案冬季上升並唔係新鮮事，但每年都重複類似爆發，係咪代表現行措施唔夠力度？政府應該全面檢討食物監管流程，由進口、批發到零售，每個環節都要加強抽查同檢測頻率。同時，應該增加資源俾衛生防護中心同食環署，讓佢哋有能力更快追蹤同控制疫情。如果唔係，下次可能唔止生蠔，其他高風險食物一樣可以成為計時炸彈。總括而言，今次生蠔中毒事件唔係單一問題，而係牽涉到監管、業界同市民3方面。政府必須加快反應，加強源頭管控；業界要自律同提高透明度，市民亦要學識保護自己。香港作為國際美食之都，食物安全絕對唔可以甩碌。生蠔中毒風波唔係小事，反映香港食物安全系統有改善空間。政府反應要更快，源頭監管要更嚴，業界唔可以只顧賺錢，要主動把關，市民亦要醒目的，高危季節避免生食海鮮。希望今次事件可以推動各方正視問題，等大家以後食得安心又放心。記住，安全先係最緊要嘅鮮味啊！多謝大家收睇歡樂世界。今集講到生蠔危機，係咪覺得又驚又激氣？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話俾我哋知你仲敢唔敢食生蠔。下次再同大家探討更多社會熱話，再見。